有關於即係之前啦，做咗呢一個嘅即係全面推行呢個網上預約呢個免試簽發香港正式駕駛執照嘅櫃位服務，同埋將嗰個服務擴展到去全部4間牌照事務處，其實成個嘅即係工作而家係準備成點樣嘅？可唔可以講？哦，係啊，嗱，正如頭先你所講啦，我哋運輸署咧會喺3月16號開始就會增加我哋嗰個嘅預約名額，同埋擴展嗰個服務點嘅，就實施我哋全面網上預約，將嗰個免試簽發嗰個嘅服務點咧擴展到我哋所有4間嘅牌照事務處一齊做。咁咧名額咧預約名額咧，我哋都會增加40%。咁而同日咧喺3月16號咧，我哋就會取消嗰個嘅電子即日籌嘅安排。咁喺頭先我講話嗰個嘅網上名額嗰個處理能力方面啦，咁我哋會將呢個免試簽發嘅櫃位服務咧，就增加到每個工作日550個啦，即係比而家嘅係大幅提高咗大概40%㗎啦，同埋係擴展到咧全部4間嘅牌照事務處咁樣。有冇話其實如果要預約同埋申請成個手續係點樣咧？同大家講解下不如。我哋就會喺3月16號起咧，就增加咗嗰個預約名額啦。但係為咗有序咁讓申請人咧可以申請到3月16號新增嘅名額咧，我哋就會喺下個星期二3月10號開始分批開放呢啲新增嘅預約名額，喺每一個工作日嘅下晝5點就會更新嗰個名額出嚟。咁我哋詳細嗰個點樣嗰個安排咧，就會喺我哋稍後發出嘅新聞稿同埋網上嘅專頁嗰度咧會講出嘅。咁或者我簡單提下我哋嗰個嘅優化咗之後嘅預約流程啦。好啊。申請人咧喺入咗我哋嗰個預約網上系統之後咧，就會選擇佢係咪用智方便去登入啦，又同埋佢係唔係用想用內地駕照去提交申請嘅。咁如果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咧，咁佢利用智方便啦，咁咪需要登入佢智方便嗰個戶口，核實咗佢嘅身份，輸入佢嗰個駕駛執照個號碼同埋中文嘅姓名咁樣。咁如果佢並冇呢個香港嘅身份證，或者係未曾登記智方便咧，咁申請人咧就按系統嘅指示咧，上載翻佢嗰個身份證明文件，例如護照同埋佢嘅駕駛執照，輸入翻相關證件號碼。咁喺申請嘅期間咧，申請人咧係必須要提交一個有效嘅電郵地址，去接收我哋一個一次性嘅密碼進行核實嘅。咁核實完咗之後咧，咁申請人就可以揀佢想去嘅牌照事務處同埋時間。期間咧，我哋就讓申請人咧輸入晒資料之後咧，要核對啦。咁同埋係會經過呢個人機檢驗，去核實晒所有嘅資料，然之後就提交預約。咁我哋會提交喺系統嗰度會提交送一個嘅參考編號啦，同時咧亦都會有一個嘅電郵確認嘅通知。咁成個預約過程咧大概我哋覺得係10分鐘內就一定可以完成㗎啦。